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，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不知道大家对于权柄或者是对于工作的时候，你的长官、老板或者是主管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？很多人会对于权柄的人物，或者是对于长官、对于老板或是主管，都会有一些的畏惧，或是有一些的害怕，甚至有一些人会不服气，然后甚至会有一些的顶撞，跟自己的主管或是老板，或甚至是看不起，或甚至是羡慕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角色。我记得在历史故事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人在秦朝的末年的时候，有2位重要的一个领袖，一个叫刘邦，那另外一位就是项羽。那这2位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领袖，或者是他们都是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领导。那这个2个人的想法跟看法都不一样。刘邦他就看到这个秦始皇的出巡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这个大丈夫应当如是也。然后结果这个项羽却说吾可取而代之。所以很多人都会希望或是拥有权利，或是想要一些的权利。在圣经里面，人的堕落或是人开始犯罪，其实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系的。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，上帝吩咐他们说，在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说你不可吃，免得你们死。结果蛇就引诱了夏娃，让夏娃先开始去拿这一颗的果子。在圣经里面提到说，蛇骗夏娃说，因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后，会像上帝一样，能够知道善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人开始的犯罪，就是当人想要成为上帝的时候。当人想要成为上帝，每一个人都要去决定别人的生死，每一个人都要去决定别人的前途，每一个人都要去决定别人的这个事情要怎么做，或是决定别人的一些的方式、生活方式的时候，或是该存在或不存在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权柄，但是很多人却常常成为那个上帝的角色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是我们成为神的角色，或是成为上帝的那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。权柄的人物应当是成为服侍人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最美的地方是，有权柄的人是服侍卑微的，服侍最小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，为大的要做最小的，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。上帝是至高无上的，但是他将一切的万物赐给人，并且让人能够领受生命气息。圣经上说，我们的呼吸、动作、行为都在乎他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而不是想拥有极大的权柄去辖制人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着我们的权柄人物，为着我们的长官，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领袖、长官，为我们的老板或是公司里面的主管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；或是这些有权柄的人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善用权柄，能够做对的事情，也帮助这些在这些位分上面的人，让他们能够秉公行义，做正确的决定，来帮助他们的下属，或是帮助他们的晚辈，使他们能够做得更好，也让权柄用在对的地方，让人得益处，得帮助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愿荣耀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